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逐档拢会用搬戏的方式来讲台湾的历史。今年戏热所搬的就是日本时代台湾文化协会成员叶永贞的故事。伊是林献堂的秘书，为台湾政治运动留下真侪记录。若是讲一切定来，咱敢有可能行出无共款的路？我是感觉讲，不管时代安怎变化哦。 你嘛永远袂改变。演员扮演日本时代台湾文化协会成员叶永贞，甲伊的好朋友曾水成、叶德三人，带民众用看戏的方式来设展览。18日咧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办戏剧导览，嘛用唱歌的方式来唱叶永贞所写的诗。东宝守在国将你。 爱美丽岛是叶永贞伫1961年所写的诗，在写台湾文明哀愁甲对外来政权的不满。叶永贞是立宪党的秘书，伫1931年捌和赖和创办文化杂志《南音》，然后伫咧日本时代的台湾政治运动，伊嘛付出真侪贡献。 为一首诗会使看到伊，即个人经过遮侪朝代了后，伊对台湾史的感想甲评论，所以讲会使互即卖人参考安尼。他自己后来也担任过记者，他其实一直在这个就好像在那个时代的旁边看着这一切发生，特别是他的文笔又非常的好。 所以他留下了很多的文字的记录。戏剧导览团队以看古时代的人做主题来呈现这出戏。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，英国讲到台湾文化协会，大家拢知影林献堂、真渭水，所以罕得有人知影叶永贞，希望透过戏剧向民众小解伊。过去咱若看展览，拢是安静一个人看，啊无就是听讲阮个导览的老师伫咧讲，真罕呢有人用戏剧的方式去演出，所以阮就逐年拢会推出即个活动。官方表示，戏剧导览刷落来，也跟有9月初一和9月初8两场拢是全台语的演出，希望招民众做伙来看戏，那是展览嘛了解台湾史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